不是已经知道，你和欧阳之间的关系了？其实啊，爸爸在去孤儿院抱你的时候就知道，你是欧长玲跟杜小爷爷的女儿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瞒着你，没有告诉你真相。你不会生爸爸的气吧？我知道，你都是为了我好。真没想到，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长林已经没了。爸，你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从楼上掉下去了呢？那天爸爸就是喝多了，我记得从那个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啊，我怎么就稀里糊涂，怎么就走到露台上去了？结果呢，我这酒劲儿就上来了，我想索性啊就坐在这个露台上行饮酒吹吹风，结果一不小心我就掉下去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早就说了，让你少喝酒，少喝酒，你就是不听。好，爸爸一定听你的话，从今往后不喝酒了，真的再不喝了，再也不许喝了。我发誓，再不喝了。请说，你就当爸爸吧，请说。请问是欧阳先生吗？你的检验报告出来了，谢谢啊。少抽点烟，对身体不好。
你们当年的恩怨我都听说了。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有错，但是你们每一个人，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爸虽然事业成功，也看似儿女双全、幸福美满，但是他跟我妈早就已经貌合神离。我姐一直认为我爸对我偏心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她跟我爸都有着很深的隔阂。我呢，也从来没让她省心过，总是世界各地的去玩去耍，她根本见不到我，我也不想跟她交流。在家里陪伴她最长时间的就是我妈，可是她成天久不离身，永远都是醉着的。有时候我爸想跟她聊聊天说说话，但是我妈总是阴阳怪气的，说不了两句就吵起来了，所以家里总是冷冰冰的。我爸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宿。到头来，自己养育了20多年的儿子，既然也不是自己亲生的。虽然他现在也有一对亲生女儿，但是人生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，他才找到他们。这么来看，他难道不是也是在坐牢吗？而且是终身监禁。孩子啊，你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父亲，叫欧长林。我不配做你的父亲。你这辈子可千万不要像我们这两个老东西这样，做生意要讲究诚实守信，对朋友要肝胆相照，对爱人要一心一意，对孩子一定要尽职尽责，长久陪伴。记住这几点，以后没什么事儿就别来找我了。为什么？
太香了吧！怎么样，香不香？给我来点，给我来点。当然去。我亲手给美雅做的爱心粥没你份儿。小气鬼！虽然你的亲老丈人去世了，可是你的另一位老丈人却奇迹般的醒过来了。这对于林美雅来说，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八字没一撇的事儿，能不能管住你那张嘴？别成天老丈人老丈人的，要不要脸？你还真时尚了。哎，不过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一位女婿，那也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了。这话没毛病，你哥生来就是优秀。行吧，看在你夸我的份上，哥奖励你一把，就让你尝一小口，看看咸了还是淡。你要加什么来？烫了舌头，慢点。不烫不烫。慢点慢。怎么样，咸了淡了？不咸不淡，正好。李薇薇，你知道吗？你没别的本事，吃你是一流的。快给我来一碗。半碗。一碗。半碗。一碗。半碗。好，一碗。慢点吃，别烫着，吹吹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沾美雅的福分吧。这碗粥熬了2个小时。欧阳，你知道为什么思雨妈妈走了这么多年，我还依然戴着这枚婚戒吗？那是为了纪念思雨的妈妈，更是对我们之间爱情诺言的信守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徐伯伯，我没有信守我的诺言。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但是我依然会这么做。我不能娶思雨，思雨是个好女孩，她应该得到一份100%的爱，但是我做不到这一点。我真的不想耽误思雨，我希望她能幸福。抱歉，徐保官，我今天来是向您请罪的。好，我们今天不谈爱情，我只谈人。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，正是因为我和你父亲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也是因为思雨真心的喜欢你，我才决定注资你们欧氏，把你扶到了董事长的位置。可现在呢，一切太平了，你就过河拆桥。如果你爸爸还活着的话，他能同意吗？欧阳，我希望这件事情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。对不起，思雨，不怕你笑话。我刚刚知道，我其实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？不是我伯伯的亲生儿子？是谁告诉你的？前2天我爸做肾移植的时候，我想给他我的肾，但是匹配不成功。其实我姐的亲生父亲也是我的亲生父亲。那这么说，你跟林美雅没有血缘关系，是吗？是。那这么说，你要跟林美雅重新在一起了，是吗？思雨，对不起，你是一个好女孩，你对我的好我都
记在心里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现在就走。你走。你滚啊！喜欢你就像是某个雨天里的气息，干干净净让我很安心，徘徊在你手心的秘密，让我们一起解开这谜题。对不起，欧阳，我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你再试一下，可以吗？我们俩真的就不可能在一起了吗？对不起，思雨。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。你就是林美雅的哥哥，你疯了吗，欧阳？你为了跟林美雅在一起，就否定跟欧伯伯的关系？你跟林美雅是兄妹。思雨，你别这样好吗？思雨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答应过要跟我在一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真的尽力了，也努力了，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我不想欺骗你，更不想欺骗自己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得到一份完美的幸福。但那个人不是我，对不起，思雨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是不是以为欧长林死了就没事了？我告诉你，林志国醒了。他醒了又怎么样？你想的还真开啊！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会去报案？我告诉你，他现在不去报案，是因为他刚醒，脑子没转过来。等他缓过来，他去报案了，我们俩都完了。是你害他的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要害他，我要救他的。你让我松的手，你怂恿着我，你害我。没有邪念，谁怂恿得了你啊？你有事没事？没事，请你离开。你给我听好啊！
是你呀，你好不容易才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啊！只要林志国反应过来去公安局报案，我们一起完蛋，一起完蛋！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不许多吃。哥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？一般你要跟我商量的都没好事。这次是好事儿。真的吗？嗯。说。我能不能拜你为师？你看，咱俩都是一个爹妈生的，可是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呀？你做饭那么好吃，可是我连个泡面都不会煮。所以啊，这就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哎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您大小姐衣来伸手饭来张嘴的煮，怎么突然就想起要学做饭了？哎呀，不容易啊，耽搁的甚是欣慰啊。好吧，勉为其难答应你了。真的？嗯哼，太好了。都装好了吗？装好了。林美雅的餐具拿了没有啊？忘了。真够马大哈！我突然间觉得我揽了一件全天下最艰苦的活，就是教你做饭。真是够了。吕东，欧阳，方便聊聊吗？好啊。出去说。有事啊？有事直说。有件事儿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李董，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，我跟我姐才是真正的同父同母。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都太荒诞了。这就是事实。这件事连我妈都不知道，是前段时间我爸做肾移植的时候，血型不匹配，我才知道的。所以。跟美雅没有血缘关系。欧阳，你不是你爸亲生的。你现在是来跟我们开玩笑的是吗？
所以呢？对不起，我爱美雅，一直都爱。即便是我认为她是我妹妹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一直都爱着她。那种让我无法启齿的羞愧感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当我知道我不是我爸亲生儿子的时候，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我满脑子都是他，全都是他。我觉得老天好像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想再争取一次。所以你现在就是来通知一下我哥的是吗？李东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照顾林美雅，可是不好意思，我又不打算把林美雅交给你了，因为我要和林美雅重新在一起了，是这样吗？欧阳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你知道我哥为林美雅付出了多少吗？我哥对林美雅的爱不比你的少。梅梅，别说了，哥。那么你来是征求我同意的，对吗？是。好。欧阳，我告诉你，我爱林美雅，这份爱一点都不比你少。老天确实挺爱开玩笑的，注定让我们俩爱上同一个女人。只是我们两个爱她的方式不一样罢了。从我爱上林美雅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跟自己说，如果美雅有那么一片刻，哪怕是1分钟爱过我，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和幸福。我曾经跟你说过，美雅是一个人，有思想，有感情，有血有肉的人。那么她同样是自由的，所以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爱和幸福。你也是，我同样如此。所以今天你大可不必特地跑过来征求我的同意。如果最终的缘分是你们俩走到了一起，我祝福你。褪去浮华的简单，直到永远。哥，你别拉我，我还有话要跟他说，我得跟他理论理论。你凭什么呀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当我哥是救护车吗？你让他来他来，你让他走他就走啊！欧阳，你长这么大，你连你是不是你爸亲生的你都不知道，你要是早知道还会有
来了，加一份马小。没吃饭的话，先来坐吧。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有错，但是你们每一个人，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是你报复成功了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啊，过去的一切就都能改变吗？这已经失去的20年，难道就能回来了吗？爸，咱们现在能拥有的只有现在。您这20年所被剥夺的，现在就在您的面前，您为什么还不好好珍惜呢？难道真的要等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您才要去后悔吗？更何况欧长林他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，也算是老天爷对他的惩罚，还不够吗？要是你的儿子养了20多年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欧氏集团的董事长了，你也应该如愿了。这个仇也应该报了吧？吃了罐头，航哥。哦呦，小亮，打开。姑，你不是吃晚饭了吗？你刚吃那么多，你连个罐头都打不开。哎呦，快，你快打开吧！从小你就有劲儿。你都说我有劲儿了，我打不开。哎，多没面子。你看，是吧？我说他从小就比我有劲儿。哎，来，最爱喝这个，多喝点啊。行了，别再看我了，我没整容，不认识我了。我真有点认不出你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我昏迷一阵子醒来，林志宏既然戒了毒，还当了保安，我真像做梦一样啊。其实你就是在做梦啊。哥，以前我就不是个人，哎，你就当我死了。我现在是你的新妹妹，全新的林志宏。好，真好，志宏啊，可真替你高兴，真的。爸，你还没看到我姑在保安队的时候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可英姿飒爽了。你赶紧好起来，你好起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哎，我真的不是盖的。哎呀，说起保安队，
我差点忘了，明天早上我们队长给我们几个优秀标兵开晨会，我还得起大早呢。哎呦，我那个报告我还没写呢，不行，我今天晚上我得连夜我得给他写出来啊。你照顾好你爸啊。那我明天下班来看你啊，哥。我去了啊，拜拜。不送了，姑，别送我了，你慢点。好嘞。喂，美雅，我在医院住院部的外面等你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好。爸，我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了，我得下去一趟，跟他说2句话，我很快就回来了啊！我马上，你别担心。哎，